高雄小港分局2名警察接到民众的报案，随去到报警察的这个民众徛家，主要原因就是讲，这个民众呢无愿意把这厝搁再借互朋友住咯，才会报警察来处理。想袂到这位朋友却用亚比钢刀啊攻击警察，提出警察的手骨头面拢有灼伤，是伤甲流血流滴，加在是无生命危险。那这位嫌犯呢，也已经去互警方压制，依照着杀人未遂、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。人家就现在就是不要卖单啊，人家现在就是没有要让你住了。2名员警接到报案了后，前往辖区一间徛家，厝内空间真矮，地形员警伫头前，红绳员警伫后边警戒。男子不断讲话来口说，员警想要甲人压制，所以互对方揢米钢刀，划伤着手啊个面。不要激动，上心激动哎。好，那你不要激动，你不要激动。员警向警局送医，男子嘛伫支援的警察赶到了后，互压制。小港分局表示，现场员警拢是2个人一组，身上拢有配枪，但现场空间敢会当容纳1名员警入去，加上男子头藏米钢刀，员警才会伫压制对方的时阵互划伤。房间空间狭小，何显一时情绪失控，与赵岩发生拉扯。在于拉扯过程中，持自有小型美工刀朝赵岩来攻击。警方表示，男子本来伫朋友这个所在咧借大，因为对方无要搁借，画面双方面冤家，才由朋友报警处理。说伫个员警来口劝伊离开的过程，揢刀来攻击着员警，将会以杀人未遂、佮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予高雄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